做伙读圣经。今仔日5月29日，做伙来读撒母耳记下卷第20章到第23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0章，迄时有一个匪类叫做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囝。伊本扫甲讲：台北的王国咱无分，亚瑟的囝甲咱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。伫安尼，所有以色列人拢离开台北，去缀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毋过犹大人对约旦河到耶路撒冷规逝路拢甲王对调调。台北到耶路撒冷入王宫，伊将前所留伫过王宫的10个嫔妃，甲因关禁伫别间厝，攻击因食、穿、用，无甲因亲近，因受关禁，亲像寡妇，直到因死。王对亚玛撒讲：你着伫3日内召集犹大人来我遮，你嘛得来。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，毋过伊言辞超过期限。台北甲阿比斯讲：当比基利的囝示巴对咱的伤害，会比押撒龙较严重。你着带你主人的军队，甲伊对入，才免伊占着坚固的城，真做咱的困扰。约押的部下甲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以及众勇士，拢对阿比斯对耶路撒冷出去，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因到基遍的大石盘遐，亚玛撒来到因的面前。迄时约押穿战甲，下带刀剑的腰带，刀插伫手内。伊行进前的时，刀对手里拿出来。约押甲亚玛撒讲：兄弟平安。约押就用正手拿亚玛撒的喙手，要甲伊针。亚玛撒无注意，约押倒手举刀，约押用迄支剑插入亚玛撒的腹肚，伊的肠仔流出来伫裤骹，一刀就死。约押甲伊的小弟阿比斯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有一个约押的部下徛伫亚玛撒的尸体边仔，讲：拥护约押，规顺台北的人拢着缀约押去。亚玛撒的尸体更加转火，倒伫路中。约押迄个部下看到众人拢停骹伫看，就将尸体对路中撒去远去，用衫甲伊扛地。身尸对路中撒走以后，所有人就拢对约押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示巴行透以色列所有之族，到伯玛迦的阿伯。比基利共宗族的人嘛组织来缀伊。约押甲伊的军兵到伯玛迦的阿伯，围困这个城，面对城的外墙去涂堆，搁弄城要互伊倒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人对城顶叫讲：听咧听咧，恁去甲约押讲，请伊来遮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约押就惊活去。妇人人讲：你是约押是无？伊因讲：我就是。妇人人讲：请听女婢的话。伊因讲：我伫听。妇人人讲：古早人有安尼讲，有代志着去阿伯遐问，才会解决。阮伫以色列中是上和平、上忠诚的一座城。你是想要毁灭以色列中这个遮尔要紧的城，爱要吞灭上主的产业是无？约押因讲：我绝对毋是要吞，也是要灭这个城。代志毋是安尼，是因为以法莲山区一个人，比基利的囝示巴
起手攻击大鼻王。恁将即个人交出来，我就离开即个城。负责人甲约押讲：好，伊的头壳我会迄过城墙互你。负责人就用伊的智慧说服证人，因将比基尼的囝示巴的头壳迄互约押。约押分扫角，军兵就离开城解散。逐个人倒去因兜，约押倒去耶路撒冷去王遐。约押做以色列的元帅，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管辖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。阿多兰管理罗亚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史官，示法做书记，撒督甲阿比亚他做祭司，埃尼人伊拉嘛做大笔的祭司。第21章，大笔在位的时，有期限连续3年。大笔请问上主，上主讲是因为扫罗甲伊的家杀死基遍人，流因的血。王就调基遍人来，对因讲话。基遍人本来毋是以色列人，是阿摩利人留落来的。以色列人捌对因咒詛，无要杀因。毋过，扫罗因为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的热心、热切甲计谋，要甲因消灭。大笔甲基遍人讲：我为着恁做甚物？我着安怎甲恁补偿，通互恁祝福上主的子民？基遍人讲：阮甲扫罗以及伊的家的代志，毋是用金银会当解决，嘛毋通因为阮的缘故，害死任何一个以色列人。伊讲：恁讲安怎，我就安尼做。因对王讲：扫罗计谋要甲阮剿灭，害阮伫全以色列境内无徛起的所在，请将伊7个查甫的子孙交互阮。阮要伫上主的面前甲因吊伫基比亚，就是上主选立做王的扫罗的家乡。王讲：我会将因交互恁。大鼻王因为捌甲扫罗的囝约拿单以上主的名咒詛，所以毋敢将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交互因。王就将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甲扫罗生的2个囝阿摩尼甲米非波设，以及扫罗的查某囝米拉甲米荷拉人巴西来的囝阿德勒生的5个囝，拢交互基遍人。基遍人就伫上主的面前，甲因吊伫山顶。这7个人拢做伙死。迄时拄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。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摕粗麻布，伫石盘顶为家己搭布边仔，住伫遐。对开始收割到落秋雨压着身躯的时，伊日是毋准飞鸟，眠是毋准走兽吸着遐个身尸。有人将爱亚的查某囝扫罗的妃利斯巴所做的事，甲大笔讲。大笔就去基列的亚比人遐，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摕来。为利斯人伫基利坡害死扫罗的时，将扫罗甲约拿单吊死伫别神的广场。基列的亚比人对遐偷摕因的尸体。大笔对遐带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倒来，佮收拾迄7个受吊死的人的骨骸。人就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埋葬伫便雅悯地区的西拉。扫罗的老爸
基士的梦，因照王的命令做了后，上帝有听因为全国的祈祷。非利士人佮甲以色列人交战，大卫甲伊的军兵做伙落去攻打非利士人。大卫就真野生，有一个大汉族的人叫做以实比诺，伊的枪下头用铜做，重3公斤半，佮派新的刀要杀大卫。西罗亚的囝阿比斯保护大卫，拍死迄个非利士人。后来缀大卫的人对伊咒诅讲：对今仔日起，你毋通佮甲阮出战，才免以色列会顶花去。后来以色列人伫戈别甲非利士人交战，迄时有护撒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人，名叫做撒弗。因搁伫戈别甲非利士人交战，比利行人埃尼的囝伊列哈南杀死加特人哥利亚，伊的枪柄亲像吉布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加特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两只手各有6支指头仔，两只骹嘛各有6支骹指头仔，共有24支。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个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唱声的时，大卫的兄哥示米亚的囝约拿单甲伊杀死。这4个人是加特大汉族的后代，因拢互大卫甲伊的军兵杀死。第22章，上主救大卫脱离所有的对敌甲扫罗的手了后，因上主念这首诗：上主是我的山岩，我的要塞，我的拯救者，是我的上帝，我的石盘，我要倚靠伊。伊是我的盾牌，救我的溃烂，我的堡垒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拯救者。你有救我脱离强暴，我求叫应该受称赞的上主，我就得到解救，脱离对敌。死亡的大影围困我，毁灭的大水互我惊，阴府的锁捆绑我，死亡的罗网网着我。我伫苦难中祈求上主，对我的上帝求救。伊伫伊的殿内听我的声，我的恳求有入伊的耳孔。伊受气，地就摇颤，天的根基嘛震动摇搁颤。对伊的鼻孔有烟呛出，对伊的喙有火发出，连涂炭嘛倒起来。伊天开天，亲身降临，伊脚下有厚厚的乌云。伊徛天使基路伯在飞，伊坐风的室很现。伊用黑暗做伊温密的所在，用水甲密云围起来做帐篷。伊发出的光，互炭倒起来。上主对天顶弹雷，至高的上帝出声，伊射箭，互对敌四散。伊发出四呐，互因混乱。上主一个责备，鼻孔的气一个出，海底就露出，大地的根基嘛露现。伊对顶面伸手求我，对大水甲我救出来。伊救我脱离凶猛的对敌，脱离怨恨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我拄着灾难的时，因来攻击我。毋过上主是我的倚靠，伊带我到开阔安全的所在。伊救我，因为伊爱我。上主因为我正直报答我，
因为我的所做清气报赏我。我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。伊所有的命令我有遵守，伊的规例我毋捌放杀。我伫伊的面前无通指责，我保守家己离开罪恶，因为我正直，上主报赏我。伫伊的目睭前，我的所做清气。主爱的人，你用主爱对待伊；顺全的人，你用顺全对待伊；清气的人，你用清气对待伊；毋过奸诈的人，你用冤巧对待伊；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；自高的人，你敌视伊，甲伊降低。上主，你是我的灯，上主甲我的黑暗变做光明。我因为倚靠你，会当攻破敌军。倚靠我的上帝，会当跳过城墙。这位上帝，伊的道路完全，上主的话有过火断人。倚靠伊个，伊做盾牌保护因。上主以外，减有别个上帝。阮的上帝以外，减有石盘通倚靠。这位上帝是我坚固的要塞，伊引带我行安全的路，伊予我的脚亲像鹿牛行，佮予我徛在伫悬的所在。伊训练我的手咬高正，予我的手划开重的弓。你用盾牌解救我，你的帮站予我坚强，你予我踏的地开阔安全。我的脚毋捌踢脱，你对我会对得到入得因，因无灭亡，我袂倒转。我拍因舔舔，予因爬袂起来。到因倒伫我的骹下，你使我气力，予我咬高正。你予攻击我的人拢降服伫我下面。你予我对着越转身逃走，佮予我走灭怨恨我的人。因求救，无人救因；求救上主，伊嘛无应。我甲因推到喙喙，亲像地上的土粉；甲因吞打，亲像鸡肉的土糜。你救我脱离反叛我的人民，你保护我，予我做列班的头。我毋捌的人民会服侍我，外邦的人屈身降服，因一个听到我的名就顺服。外邦的人失胆，行出因的阵地，准备要作战。上主永远活着。愿我倚靠的石盘受称赞，愿救我的石盘上帝受高举。伊就是为我伸冤迄位上帝，伊予正人降服伫我骹下，伊救我脱离我的对敌。你提拔我关过攻击我的人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咧帮中感谢你，唱歌称赞你的名。上主赐极大的救恩，予伊设立的王。喜乐慈爱，予伊抹油选立的人，予大笔甲伊的后代直到永远。第23章，下面是大笔的遗言。亚西的囝大笔，就是得到高升雅各的上帝所选立。以色列人以爱的诗人讲：上主的神通过我传达，伊的话伫我的嘴。以色列的上帝有讲，以色列的石盘对我讲：用公义治理，用敬畏上帝来治理的人，话亲像无云的清早拄啊出的日光，落雨了后，大地青草反射的光彩。我的家
伫上帝面前兼毋是安尼。伊有甲我立永远的约，逐项安排周全佮稳固。我所有的拯救甲所有的愿望，伊拢甲我成全。毋过，非类拢会亲像互人迄角的刺仔，人毋敢用手摕，要吸引的人，就用铁器甲枪柄。伫遐刺仔一定互火烧灭。大笔的勇士的名单记伫下面。夏吉摩尼人、约瑟巴色，嘛叫做伊斯尼人阿迪拿，是三个勇士的首领，捌一本拍死800个人。第二个是阿和阿人多铎的囝伊利阿撒，伊是对台北三个勇士的一个。有一本非利士人组织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撤退。毋过，这三个勇士对非利士人呛声，伊利阿撒起来拍非利士人，拍到受伤，手黏伫刀柄。迄日，上主互因大胜利，军兵倒转来。伊利阿撒的后面，简单在抢战利品。第三个是哈拉人阿基的囝沙马。有一日，非利士人伫一窟红豆园集合排阵，以色列军兵逃走，沙马徛伫园中防守迄窟园，拍非利士人。上主互伊大胜利。守关的时，30个首领中有3个落去阿杜兰洞见台北。非利士的军队伫略法因山谷集赢。迄时台北伫要塞，非利士的军队驻在伫伯利恒。台北用真较无的口气讲，老人会当去摕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互我啉，毋知偌尼也好。这三个勇士就冲过非利士人的营队，对伯利恒城门边的井集水，赶来互台北。毋过台北毋啉，倒出来献互上主，讲：上主啊，我哪通啉这个水？这敢毋是只会用性命去换来的人的血？所以台北毋啉，这是这三个勇士做的代志。西罗亚的囝约押的小弟阿比斯是另外三个勇士的首领，伊捌举枪害死300个人，就伫三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是三个勇士中第一出名的，所以做因的领袖。毋过，伊遥不及前迄三个勇士。阁有甲斯人亚和亚代的囝比拿雅，伊是勇士，有做真侪大事。伊捌杀死摩押2个强猛的勇士，阁伫落雪的时落去坑内杀死一只狮，阁杀死一个悬大的埃及人。迄个埃及人手举枪，比拿雅只有举棍落去伊遐抢伊的枪，用迄个枪甲伊杀死。这就是亚和亚代的囝比拿雅所做的事，就伫三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30个勇士较有名望。毋过不及前迄三个勇士，台北有设立伊做侍卫长。30个勇士中有约押的小弟阿撒赫，伯利恒人多铎的囝伊勒哈难，哈律人沙马甲伊利加。帕勒提人希利斯，提哥阿人
囝伊拉，阿那突人阿比伊舍，何沙人比本内，阿何阿人撒文，尼德法人马哈达，尼德法人巴那的囝希利，本拉敏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囝以太，比拉顿人比拿雅，加西奎人以太，阿拉巴人阿比阿本，巴鲁比人阿苏马威，沙本人伊利亚哈巴，亚神的一个囝约拿丹，哈拉人沙马甲沙拉的囝阿希暗，马加人阿哈拜的囝伊利法列，基罗人阿希多弗的囝伊连，加比人希苏罗，阿巴人帕莱，舍巴人拿丹的囝伊甲，加德人巴尼，阿文人谢列，甲塞诺亚的囝约阿亚军去的比罗人那哈来，以帖人伊拉甲加利，赫人欧利亚，共37人。咱今太圣恩节伫撒母耳记下卷第20章到第23章。